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7日AM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人知。Meta 公司的 Facebook、Instagram 等平台昨暗在1点外发生各样影响到全世界几10万名的使用者，讲是骇客攻击，但是也未来证实。为发布取消挂号费的上限，将可能有2成金属会来起价。医改会认为讲，这为发布应该要定出合理的挂号费范围。有一个补习班老师为着要验证物理说俩鸟做实验，对半空中放落来影片铺上网，引起众人批评伊虐待动物。Meta 公司的 Facebook、Instagram 等平台呢，伫昨暗11点过时阵，说是向无度使用，影响到全世界60万名的使用者。台湾有民众表示讲，因的口罩防定出无度输入密码，经过2点过钟的抢修，才渐渐恢复。有3大骇客集团讲是因做伙去攻击造成的，不过这款的讲法是目前也未证实。上网页查，因为 FB 也不能用，然后 IG 也不能用，然后Twitter也不能用，我要传讯息，结果都传不出去。摩托登录社群平台真困扰 ，Meta 旗下的 Facebook、Instagram 加 Threads，伫台湾时间拜二暗时11点外发生大动机，影响全球50万名用户，而且未少民众发现，防无用无固定出，就算输入正确密码也无得登录，有人以为防盗用去了。怎么脸书都被登出了，然后我的 IG 也上不去，我想说是不是我网络有问题？我有输入密码，而且我现在脸书其实还登不进去，因为他要我用另一个装置登入，然后我还在我还没有时间去弄。网络上大家哀叫，是不是引发美国白宫国安会密切关心？伫经过2点外钟修理了后，用户才陆续恢复正常使用。对着发生的原因，Meta 只是讲是技术的问题，无具体说明详细情形。不过有3大骇客集团讲是因斗阵发动网络攻击造成的，依然无被证实。不过诈骗集团趁动机事件来行动。我一打开我的邮件信箱，我就看到这封 email， 账号有问题啊，然后好像有人要盗用我的账号啊，然后叫我要赶快去修改我的密码。信箱内底向出现挂名 Facebook 的配件，提供改密码的验证号码，互科技公司执行长林义敬是警觉，因为家己无伫个 Meta 登记期间申请换密码，也提醒民众，收到这种电子邮件要特别细腻。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我不要直接点选这个邮件或这个讯息里面那个连结哦，因为我们要判断它是真的是假的，真的是很困难哦。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我退出来，我直接去从Facebook 它的官网那个地方进去。林义敬讲，这种诈骗的邮件也是改善愈来愈为以假乱真，更加利用民众惊吓心理来骗人，爱细腻。记者综合报道。讲到会致癌的食料苏丹红纳入去咸姜仔粉的风波，继续是伫咧滚价。消署表示讲，到昨午初五已经回收封存的咸姜仔粉含相关产品超过12.2万公斤，目前还有5批伫咧检验，拜五进前就有结果。不过扩大调查了后呢，这市面上敢就袂出现有问题咸姜仔粉啊？消署即马是唔敢挂保证。地干苏丹红，河南姜粉到一全台真济食品品项，包含小卫生、海底捞、八方云集等，拢含全是安尼记录。根据消署统计，到初五总共回收甲封存河南姜粉甲产品总共12,588.4公斤，包含保险企业、林占国际贸易、加工国际贸易，除了分别由地方卫生局裁罚以外，也拢已经移送检调。都有违反食安法第15条。第1项第10款，这是有行者要移送的。那另外他们各有不同的，比如说篡改检验报告这些，检调都已经介入处理了啦。到时候行者的部分没有起诉，回头我们还会用食安法可以裁处6万到2亿元。消署表示，这摆地检河南姜粉总共抽检59个抽检的苏丹色素，其中43批检验结果符合规定，11批检出苏丹色素甲规定无效，5批检验当中，若佮加上原本保险公司的迄4批，总共有15批验出苏丹色素甲规定无符合。另外5批有原伫检验当中的部分，按算上紧这礼拜5结果会出来，只是这摆。扩大抽检完成了后，是不是代表后市场已经清查了呢？清查是不是100%后市场完全没有？我想我们不敢这样的打包票了，但是我们的跟卫生局的稽查会继续努力，卫生局也继续在稽查当中。
另外，小组也为3月7号开始，伫外防网站手机线可能球粉检出苏丹色素无合格全区，内底有违规业者无合格原料保险暗号。检验结果一期等等的资讯，搁伫逐工10点更新资料，互外界来参考，解决民众食安的记录。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政府即马逼出有公务员涉嫌毒品交易，佮选伫咧市政府门口交会。检警今仔日分3点人去敲，其中也包含涉案人员伫咧市政府的办公室，也甲即个社会局一名姓刘的科员含伊的男朋友带登去问话。目前要追查这毒品的来源，抑佫强化。相关资讯，市长今天上午已经知悉，市府一切配合检调侦查程序，也遵守侦查不公开原则。市府的立场一向清楚一致，一定勿枉勿纵。检警调查发现，有人伫咧网络顶头卖2级毒品大麻，经过追查锁定姓刘的公务员，认为伊嫌疑相当，有可能是伫咧卖毒品。社会局强调会全力配合调查，市长蒋万安表示，若准有违法，一定要检查严办。卫福部取消医疗机构挂号费调整备查的制度，未来病院会按照市场机制，家己去定挂号费。有基层的医生认为讲，各项物件拢伫咧起价，这资本就应该爱开放。目前台开有2成诊所拍算要起价，医改会也呼吁卫福部应该含公病会定出挂号费的参考范围。原本考虑民众看生医疗门诊挂号费参考范围是150至300，若收费用超过上限，要向卫生局申请备查。不过卫福部3月7日发文公告，取消医疗机构挂号费费用备查制度，也就是各医疗院所应按照市场机制家己来调整。什么都涨了，就只有薪水没涨，不是吗？所以这个东西也要涨，不是很奇怪吗？他要涨多少就给多少啊。都卖欢乐他的啊！台中有诊所马上就公告3月18开始调整挂号费，大报销开业20多年的诊所拢无起过钱，怨恨各项成本拢入去，真是吃不消。如今只是迟来正义，其实是迟来的正义了也是把这个法令呢明确化而已避免有些县市卫生局呢一直拿着鸡毛当令箭，把以前的备查当作审查。因仍然有5至少2成的诊所想要调悬挂号费，医改会介绍机会是认为医疗服务免甲一般的商业行为来比，呼吁卫福部应该甲公平会重新拟定应参考的挂号费的范围。尤其这个就医，它可能跟它的忠诚度、距离、疾病需求以及医病关系等等多面向都有息息的相关，不能单纯的用市场机制来对待。如果说要由中央统一定一个分区的标准其实这个会有一些困难在，因为这个地区的医疗水准落差其实是会有点大。卫福部表示，重要是医疗院所爱提早公开调整费用的代志，互民众了解，安若无应回归医疗法来处理。另外，医疗机构是不是应联合起价，是靠由公平会来做处理。记者综合报道。桃园机场进行这南跑道的年度征收，杀害航班乱气，引起民众埋怨。交通部长王国材今仔日伫立法院会室内，也承认公告买年度征收的时间受过换路。立委也批评讲，这桃园机场公司的世界排名对4年前的13名落到82名。王国材是解释讲，是疫情期间真侪店家关起来所造成的。桃园机场伫初三进行南北道的细修作业，造成500岁航班误点，引起民众的不满。立法院交通委员会伫初六请交通部做专栏报告，民进党调委李坤德对家己人批评也真猛烈。这期土机公司伫细修进前11天才公告，批评部长王国材咄咄不周。王国材也为此道歉。我真的对于3月3号。当天造成这个民众的不便，我在这里表示非常这个抱歉哈。部长，我不客气的讲，你督导不周啊！如果再有这种混乱的状况，你们2个都必须要下台。王国材表示，除了公告的时间要提早，航管部分伫细修期间无管制，未来这块拢要做检讨。要拿在野党立委也批评土机的排名下降。王国材解释讲。在过去疫情期间，有真侪店收起来，土机公司拢会针对这部分继续做改进。沟通上面呢，我想这个塔台
跟陶机公司这边是不是没有做足这个准备？准备不足，因应失纪，沟通失灵。也借这个机会，向我们的社会大众非常郑重的道歉。机场公司这一次系统性的整合没有做好的地方，我们会积极的改进。国民党团员质疑陶机的人事是后下，王国材是听现任的董事长杨伟虎，认为伊的专业度无问题。因若陶机的人事伫咧过去拢有定选制度，伊讲无国民党所讲的地本场交办人事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有一名补习班老师，为着要示范这物理的原理，就甲饲的鸟带去教室当场实验，甲鸟的四肢脚了后的规只个颠倒摆，对半空中放落来。这示范的影片铺上网络，引起众人批评。老师也已经回实内咯。台北市动保处表示讲，若准老师搁再犯，就会该处罚。画面内底即只鸟仔四肢脚红掠条咧，伊的主人也就是即个补习班的老师，甲手放开。互伊为半空中落落来，而且重复这个动作2届。不会，猫咪不会，狗就不行了。李峰是补习班老师，为着进行物理甲动能手型的实验，初五暗时7点外，伫个30-40个学生上课的时阵，带伊的动物伴来互来做示范。这个影片互传去了网络顶，引发各台动物批评的声音。初六早起，伊出来回实咧。是一个非常不好的示范，在教育的这个第一线，并没有顾虑到说，在做实验的同时，还有其他面向爱护动物以及就是观看者感受问题的一个考量。在这边，我深深的要道歉。动保团体批评讲，这是恶一个示范，认为李峰假做一个老师，公开摕动物来示范这个实验，有违法的记录。他不应该不懂得动物保护的这个最基本的知识哈。那如果呢，他在这件事情的做法上没有正当性跟合理性，基本上他已经触犯了动保法。李峰讲，这只来福是伊4年前认养的，生活过了真欢喜。初六早起，伊已经甲动保处的人员带来福去动物病院做检查。不过用鸟仔来示范实验的行为，敢有违反动保法？袂当骚扰、虐待或者是伤害动物。那目前的话是健康状况是没有什么大碍，那我们会持续追踪这个老师这样子的行为。就算你说伤害，这可能有点难讲，但是小动物是一定会有。动保处表示，优先关心动物的状况，这个来后并无外伤，健康嘛无问题。不过，这个主人若是搁再犯，就会裁罚，嘛提醒民众伤害动物上重会当判2年以下有期徒刑，上悬并科200万的罚款。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屏东车城恒春这乡镇最近发现真侪丛这草հետ麻走入去社区，甲这草հետ麻掠来验了后，发现讲因拢有小狗病。县政府赶紧呼吁民众甲厝内面的这猫仔狗仔呢，带来注小狗病疫苗。目前去治疗这小狗病野生动物，拢是浅山动物，较会接触到咱厝内面的这狗仔、猫仔甲人。兽医也呼吁讲，就要主动甲这宠物带来住。手套一直夹掉的唔放，屏东茶城入2到有草青麻入侵民家，而且有攻击行为。经过防疫所列去检测，竟然小狗病阳性，是茶城头一例。据之前在恒春、狮子、牡丹，还有满洲这边全部这样的一个野生动物，尤其是鼬獾都是狂犬病的阳性。民众带厝内的宠物狗仔来注疫苗，为今年初开始，屏东几条的乡镇的野生动物有验出小狗病，县政府加开疫苗注射来因应，都惊遐猫仔狗仔也是民众，互有小狗病的野生动物家着也是绕着伤，增加感染的风险。户外都是要小心一点，尤其是小孩啦，因为现在有时候流浪狗啊、流浪猫也是会攻击人啊。小狗病是人畜共同传染病，大部分哺乳动物会去围着，破病了后死亡率是100%。去年初小狗病为把探到苗栗这个所在，虽然主要是草青麻啊，不过因为浅山动物较会接触到流浪狗猫啊，也是进入社区，兽医认为应该提高警觉。比例超过70%以上，就有群体免疫的效果在里面。现在碰到的问题是，他们的警觉性比较没有那么高，有很多在山区的狗猫，甚至有些家犬都不带出来打预防针。防疫所提醒，厝内的猫仔狗仔必须当年注疫苗，安尼无会当依照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罚3至15万的罚款。兽医嘛呼吁，政府应该提供疫苗予兽医也是宠物美容工作者，确保高风险族群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
中国月苗栗消防局的警员伫咧雪山的山难救援任务当中，因为结冰无细里出一个跋倒摔甲骨折。最近因着举办雪地救援训练，强化搜救知识甲技能。你可以往前贴，没关系。伫结冰的边坡，两手揪绳啊，双脚爱学安怎用冰料伫冰顶面行。苗栗县消防局最近到雪山宽国附近举办雪靴救援训练，像若是出来时阵安怎用工具停落，也是减低速度，拢是练习重点。是模拟当你的头朝下跌倒的时候，利用冰斧来做一个滑落自动的动作。那当下我们也有旁边有站很多同仁协助，当滑太深的时候，可以做一个安全措施，可以保护它不会滑太深。今日2月，苗栗市4年的查某人家己去爬雪山，伫凯兰德昆山北方出入去边坡罹难，消防局组成14人的搜救队，其中一个队员搜救时无细里出入去100公尺深的山谷，造成倒手骨头断去。雪地救援甲一般悬山救援任务来比较，毋但技术条件要求较悬，也会派25公斤重的装备上山，对体能来讲也是真大的负担。为着避免搜救人员伫搜救任务中受伤，所以讲主年就规划搜救小组成员参加雪训，也毋过雪地情况一直到今年较好才举办。那我们这些训练主要是要保护同仁，确保自身的安全。在这边，我们也是呼吁上山前，山友应该要有所谓的地面联络人的资料，还有一些下载离线地图或是卫星电话等相关的一些设备，来保护自身安全。被消防员甲2个教官伫雪地内底完成5天的训练，内容包含雪靴装备、行动训练、采雪扫啊，也有雪地爬山等等。消防局也呼吁民众，雪季爬山进前一定要考虑家己的状况，做好万全的准备。记者综合报道。带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讲到中国和菲律宾伫咧南海搁再发生冲突啦，双方的执法船烧弄，中国海警搁用水炮射菲律宾的船只，造成菲律宾4名船员受伤。一个执法船的结果受损，前后2届冲突，菲律宾也调中国外交官来表示抗议。那美国国务院是谴责中国掠事端的行为，表态挺菲律宾。两只船舰特别互相弄着，菲律宾海岸防卫队赶紧拼出反冲物夹伫船舰中，也毋过有关听到船舰弄着声音。菲律宾海岸防卫队采购用海巡舰斯坦港号护送组的2只补给船只，在轮班人员甲物资要去南海仁爱暗沙的周围海域，互驻守伫当地废弃登陆舰马德雷山号补给，所受到中国海警船炸落来，非法阻碍任务，造成2只船舰烧毁，菲律宾的船只出现结构性的伤害。We monitored about 6 Chinese warships in the area, about 5 Coast Guard, Chinese Coast Guard vessels, and 14 militia vessels. So we were clearly outnumbered yesterday. 对船舰特别烧弄，中国海警无任何补救动作，佮继续翕影片，而且伫同一天召开记者会，警告批评菲律宾的海巡舰超故意弄中国海警船，所以责任伫菲律宾，向菲律宾提出抗议。不过菲律宾反驳，控诉中国海警甲其中一只补给船围起来发射水炮，互船的挡风玻璃破去，船顶4名队员受伤。Well, I was on the bridge with the crew, with the RORE team when they hit us, and it was really high pressured water, water cannon ang they use, and it resulted in damages. Medyo malakas. It shattered the windshields of the ship, and caused some injuries to our personnel. 这只补给船因为受到攻击，造成补给任务失败。菲律宾外交部就调遣中国驻马尼拉大使团的副团长表达抗议，而且要求中国的船只即时离开仁爱暗沙区域。对此，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表示根据海基重视仲裁发言，2016年的南海裁决，双方冲突的地点是菲律宾的经济区，中国无合法的海权，谴责中国的行为以外，嘛收听菲律宾的立场。我是新闻台是童平玉。来看中国政府公布2024年度国防预算，平去年增加7.2%，大概是大票7.3条，而且台湾的是咱台湾国防预算的16倍外，引起国际关注。美国、日本拢认为讲，这相关的支出就爱透明。有专家认为讲，中国想要利用这军事经费来暗砍因国内经济变卖的问题，也想要利用这军事经费来落掉这军权。中国2会初5开幕，国务院总理李强做政府工作报告，
毋若甲和平统一即个事抬掉。预算书内底讲到2024年军费变1兆6655亿人民币，差不多7.3兆的新台票，比去年增加7.2%，是5年来新高。相关消息引起国际密切的关注。美国甲日本拢认为讲，中国的国防支出应该更较透明。日本官方长官嘛强調支持台海和平。平和学国及国際社会の平和と安定を確保し、法の支配に基づく国際秩序を強化する上で、これまでにない最大の戦略的な挑戦であり、We do continue to call on them to be more transparent about their defense spending and their actions that they're taking, not only in the Indo-Pacific region but around the world. 中共这几年的国防预算慢慢啊增加，为2022年1兆4500亿的人民币，到2024年增加2000多亿的人民币。那台湾是为3740亿增加到4406亿，两项差别16.5倍。专家认为讲，中国想要用军费弥补经济萎缩的空虚，嘛要透过提高军费来稳固军权。用这个军事发展的部分来提供部分的就业率，还有就是技术升级，是以往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年代强调是富国强兵，那么现在习近平走的是强兵富国的路线。面对两项军费的落差，苏志芬指出，台湾即马强调的无边防作战甲无边防兵力是真关键，今后投资防空飞弹甲反舰飞弹会是第一优先。记者综合报道。美国的共和党和民主党拢经伫咧3月初5举行美国总统提名初选，现任总统拜登和前总统川分别伫咧10个州总统初选拢摕到胜利，真有可能这届总统大选有关系这两位来对决。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初5分别伫15个州甲一个海外属地美属的萨摩亚举行超级礼拜2的总统提名的初选，结果亲像外界预期，现任的总统拜登甲前总统川普分别伫10几个州大赢。But we're going to win this election because we have no choice. If we lose the election, we're not going to have a country. 川普伫佛州的庆祝会继续批评拜登的边境甲经济政策，伊伫共和党内，敢若剩一个竞争对手海利，敢若赢和平得州，因讲已经无倒来挽救。伊发声明讲，今日有几百万美国人支持家己，代表以往有真侪共和党的选民对川普有真大的烦恼。不过，是毋是也坚持要参选到底，伊是无明讲。也若现任的总统拜登无明显来挑战对手，超级礼拜2初选也摕到真大胜利，只是伫美属萨摩亚似乎知名度无悬的企业家拍满。拜登发表声明讲，川普决心要来摧毁民主，剥夺女性决定生育甲健康照护的基本的自由，要为有钱人开一个减税大门。经过卖互历史搁再发生，也毋过拜登甲川普平均的年龄80岁，未少选民认为因已经无适合搁再做总统。We have Biden and Trump to choose from. It's disgraceful. It's just disgraceful. We don't need two octogenarians in office running for office. 拜登甲川普伫初选时摕到的党代表票，慢慢往向提名标准，不过也各自有因的问题。拜登伫明尼苏达州甲进前密西根州面临进步派甲回教选民发起投下无承诺支持票的抵制运动，抗议伊支持甚至资助以色列入侵加沙，得票率明显有加。川普是4项官司才伫拍，而且伫高等教育程度选民的支持度是明显输海利。公视新闻是会中编译。讲到家人东华商场的争议是还未收煞，之前有传出讲有一个民进党的支持者要发起罢免行动，罢免市长谢国良。不过即摆也传出讲谢国良的家族企业要联署罢免民进党这个市长董主委。针对这款的风声呢，市长和市长拢表态，因无希望看到哪力对立。国人市议会即礼拜召开临时会，对国人东华商场争议，国民党甲民进党阵营对立，有争议一直拖。进行团说，民进党要发动罢免市长谢国良，国民党是反对要罢免民进党议员。民进党议员初6公布一份，讲是谢国良家族企业个别者引动，指控家族企业动员联署，要罢免民进党籍议长董主委等者议员，甚至连议事中立，在议场大乱出手保护市长的童志伟议长。他都要首当其冲的来罢免。对着团说家族企业发动罢免这件代志，谢国良讲，伊完全唔知影，也无赞成任何形式的罢免。大家应该回归到政策面，并且在下一次的选举来进行一个
君子之争。党主席是回应罢免无应该论做报复性讲句，无想要看到国民党、民进党恶斗对立，对国人的市情发展无帮助。舞会和谐是在建立在于理性沟通、监督、讨论的机制之上。我们不乐见未有社会正当性的罢免持续的运作下去。对于当花商场的争议，国民党、民进党对立愈来愈大。议长党主席蔡司请市府政风处查明清楚，对此市府强调，专案已请政风处调查，若是看涉不法，一定会送检调来侦办。全力会来配合我们政风处相关的文案的部分在今天都已经先移送我们政风处来做一个审视。市府也强调，未来为着监督厂商履行合约，会设立改建监督委员会，邀请专家学者来监督，让整个营运甲履行合约过程更加公开清楚。记者综合报道。台海局势紧张，但年边境有上千架中国军机扰乱台湾，而且是部分每日的进行。空军为着要强化夜战能力，今年开始进行夜半飞行训练，由花莲5联队、台南1联队加新竹2联队投入 F-16B IDF， 也佮换上2000进行夜间飞行训练，时间是暗时11点到半暝1点。现在第2架带杆。接到指令，战机团委会半暝紧急升空拿着强机，捍卫台海领空，这是空军飞官日常。针对强军加强扰台，无分日夜对台施加压力，空军强化部队夜战能力，为今年展开跨驻夜实战化飞行训练，由花莲5联队、台南1联队加新竹2联队3大组的战机 F-16V IDF。换上2000投入夜间飞行训练，花莲县新城乡的传理长拢有收到简讯，因应着时局变化，空军执行跨驻夜飞行训练，初期规划1个月执行1届至2届，会影响民众半暝安静，希望民众会当体谅。不过花莲民众早就惯习战机起降的声音。批评来讲可能会紧张，是不是整个我们两岸的局势是不是更加紧张？会是有点不一样，因为你会觉得半夜会比较吵，那可能有的睡眠比较不好的会比较容易影响到，因为又刚好是在他们这附近嘛。空军较早就有执行夜间飞行，不过大部分伫暗时10点结束。跨驻夜飞行训练是为暗时11点到反正1点。飞官出身的退伍会主委彭世宽是讲，民众会当理解国家国军徛到阵。一听到起飞，他们都讲到，哎呀，一定又去做拦截。针对空军强化夜战能力，经空军副司令张延廷分析，强军扰台已经走向规工作战，空军必须做到随时升空反制。夜间飞行若考验飞管技术，后勤维保嘛是日夜待命。对人力正暗的国军来讲，战备压力更来愈来愈大。凌晨4点都有过来过，那这样子我们要不要起飞应敌？我们一定要起飞应敌。如果没有起飞应敌的话，变成敌人高张度，我们却没有高张度，变成战力不对等。因为有的时候下雨，跑道是湿滑的；有的时候有大雾，能见度是不好的。那所能够起飞的机场可能只剩下1、2个，那所以不能通通放在一个机场，每个机场都要大夜航。空军表示，目前为3个联队实施验证，未来会扩大到各联队。张延廷提醒，夜间飞行危险性高，飞官较会出现空间迷向，所以大家出任务进前一定要做好风险评估。记者综合报道。提供给观众朋友一个上届新的消息，也就是台南五会街一个建案工地边的一条路，下晡5点外的时阵呢，熊熊崩塌，现场有一台货车就直接落入去坑内面，加在车内面无人，无任何人受伤。透过这个画面，咱会当看到讲这个建案边的车路规个崩塌去，差不多有16米长、3米宽，一台货车拄好停伫边啊，当场就落入去内底。也因为事故地点边啊，就是建案工地，敢是因为建案时间造成这车路崩塌，详细原因佫需要调查。顶礼拜伫高雄燕巢有工人互这导航岔路，煞驶到无尾巷，伊捌过的时阵呢，煞佫出落去山坎险险就冰车。伫山区内面这细条路啊是真侪，若挖唔到，就去互这软体带咧玲珑牛。专家是建议讲，入去山区进前应该爱先装定位软体，若准真正迷失路径，用自漂来讨救兵，上紧也上精准。自来山边的小货车用锁固定，下骹都是断崖，真危险。这条真细条的山路是伫高雄燕巢金山基林巷，路细条甲敢若会当一台车通过。导航的不安尼啊，
顶礼拜六，屏东有6个工人伫附近时间结束了后，用导航要登去屏东，煞好带去无马路，捌去的时阵无细日厝内山坎，好甲再无人受伤。因为山路哦，它不明显，用导航会导错路哈，会跑也走不出来啊。可能可以加个line，然后发送定位系统定位的讯息，或者是说请他看路灯或电线杆，然后我们再去研判那个位置大概在哪里。工人讲相信导航才会迷路。警方统计去年原来有3件通报求救的案件，中火现场发现当地有真侪山路，警方研判都是因为安尼导航定位才会无准，带伊去其他的路线。也有熟悉当地的司机证实，用地址导航根本都找无，爱用坐票才找有路。万一走失或者是在城市走失，你只要跟报案单位告知他你的坐标。这样子就会增加搜救的速度。警方表示，导航飞行的时阵唔通紧张，爱讲附近路顶也是电火条顶悬飘逝的片尾，安尼就会当掌握地点也是区域。户外探险专家是建议民众要去山区也是无熟悉的所在，会当先下载 GPS 全球定位系统，真正若有代志，会当提供定位坐标上准。记者综合报道。量子电脑方认为讲是后一个世代科技产业，会当互电脑运算能力有革命性的突破。国科会自2021年开始，和中建院经济部、清华大学等单位成立量子国家队，采取典型成果，咱做回来看卖。我们这上面都有这个晶片，都有这个晶片，那我们这个晶片就会整合成一颗大模组，然后放在这个地方。工建院向媒体展示量子国家队伫开发量子电脑相关技术的进展，透过因开发的低温控制晶片模组，通缩小目前量子电脑40%的体积，也通省能源50%。我们现在量子电脑，你可以看到，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像我们的冷冻柜，非常大，它后面有很多的仪器。那这个仪器后面，其实它必须要有这个线接到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冷冻柜里面。那我们说一个量子位元，一般来讲就是2条线到3条线可以去做控制哈。那所以我们如果说未来到100万个量子位元的时候，你想象我们会有300万条线。工建院开发的晶片模组，通结合量子位元甲缆线，互整体体积缩小，为未来量子电脑增加效能，体积也增加做好准备。另外，清华大学也参中华电信合作，实验更加安全的量子加密通信可能性。量子电脑能够做的其中一件很重要、很厉害的事情，就是它可以把一个整数很快速的指因数分解。我们现在网络上大部分的资料，它们的受保护的机制，其实全部都是跟指因数分解有关。量子电脑的出现，其实等于是对我们的治安造成了某一个程度的威胁。研究团队表示，因即马透过中华电信的商用光纤测验无法度互传统演算法破解的量子加密通信，结果有成功。估计未来3年以来，通发展量子骇客防御技术，提升台湾的治安。记者顾问谢桂林台北报道。来看阳明高大学生齐培德，伊用台语来解说量子科技，伫网络顶头引起真侪讨论。安尼写作的目的，就是希望讲会当用台语来讲万行代。是的，这个电晶体的背后的原理嘛是量子力学，因为咱先知影量子力学，才通去了解半导体材料的特性，安尼有才有法度用这材料去甲晶片做出来。用台语解说量子科技伫生活中的应用，讲甲不正认同。这是阳明高大学生齐培德所做的影片。若讲到量子，恐惊侪人拢傻无掌。齐培德解说讲，事实上，咱即马在用的手机啊、电脑和 WiFi 内底的半导体晶片，拢是有用到量子科技。也是在迄个应用，拢是需要半导体工业去解支持。上基础的原理其实就是用到量子力学，才有法度去做出在半导体晶片啊、电路可以法度去运作。这几年有愈来愈侪人用台语来讲各种专业，那文学、历史嘛有用台语来讲科学知识的专家，亲像天文学家蔡安理、甲力学和火箭设计吴宗宪教授等等。齐培德认为，家己竟然有科学的传统，做影片来推广，嘛是为台语奉献心力。量子科技因为它较新，政府迄个导致的
经验，算讲是较少的。啊，母语嘛是嘛，那甲因两个结合起来，除了伊听起来较适拍，嘛是会使甲因，就算讲做一摆推广。市培提指出，像讲一寡科技的技术，拢着爱创造台语的讲法，伊嘛参考侪台语 STEM 标准化计划的翻译。这个计划就是有收集科学、工程、数学等等的书来翻译。市培提嘛希望讲，把这个新书推广到生活和教育，让台语通讲万事万行。记者卢尚如、曾春瑶台北报道。3月初8是妇女节，伫咧今仔日呢，有真侪妇女团体、性别团体去到立法院参立委交流，提出民间团体对妇女政策的愿望。民间团体表示讲，虽然台湾是一个思想进步的国家，也真注重性别平等，不过社会上也是有性别分工的观念，不平等的所在也是真侪，希望透过修法立法来做改善。现代人的观念，男女平等是真事上的道理。不过，根据劳动部顶日在公布的统计，男女做同款的工课，煞无法度得到同款的薪水。女性劳工要比男性加做54天，才有才调摕到白济的薪水。因那目前社会上也是有传统性别分工的观念，无平等的所在也唔拿薪水尔，家庭照顾假的使用比例嘛是一个例。现在女性利用的比例比男性更高。那这其实就是一个很明确的性别不平等现象。第一个部分就是希望能够保障生计，也就是说，我们希望受雇者使用这样的一个孕产照顾假的时候，受雇者的薪资上是不会受到惩罚的。现代的女性真侪人拢爱担起家庭工课双边压力。伫3月初8妇女节进前，妇女团体、性别团体伫立法院参新会期的立委交流，有出席交流会的立委拢有做出善意的回应，也有提出各政党伫新会期拍算有啥物作为。民众党讲会关注新住民伫台湾家庭内底性别平等的状况。民进党是希望主动性别暴力的相关修法，要赶紧通过。族群、种族平等也是要哈，还有工作的平等，很多的法案、很多的规定都是通过我们的妇女就是捍卫才能去改变的哈。所以这个我们的妇女的团体很重要啊。我们新住民这边比较注重的就是家庭的平等嘛。上一届在我们立法院，我们是第10届光是性别暴力就通过了9个法案，可是为什么后来能够顺利在立法院通过，都是因为不幸的重大社会事件的发生，所以它被就是说比较快速的排上议程哦。也就是说，台湾妇女平等妇女的权益跟性别平等的保障，其实是建立在被害人的血泪痛苦牺牲上。交流会馆内也有邀请国民党的立委，不过到下晡5点，民间团体发言结束，拢无人出席。民间团体表示，因会继续参与政党的立委沟通，斗阵让台湾的性别政策更加完善。记者郭谢桂林台北报道。进前台东一间透天厝发生火灾，加在是无人受伤。厝主讲可能是人的飞机伫咧充电的时阵发生爆炸。目前消防单位也伫咧调查导火原因。过去咱接听到内面有装锂电池的产品发生爆炸。根据着这消防署的统计，全台湾去年发生火灾案件有91件和锂电池有牵连。消防队员入去室内拍火，现场是规个乌烟。因楼梯爬起哩，全部拢昏甲乌乌。伫台东一栋3层楼的人家厝，熊熊倒火。因为老婆他们有尝试用那个灭火器，还有那个湿毛巾都没有效。大楼熊熊倒火，还阁听会到爆炸的声音，内底4个人随走出来。这个厝主讲，那亲像是因为伊港无线的耳机充电的时阵，内底锂电池爆炸导火。不过这火是烧甲真猛，消防队无排除导火的所在，附近有看开烧起来的物件，火火是愈烧愈旺。手机或行充吧，就是都会放在床头，然后就是会拉延长线，然后就这样充。就是床旁边就有插座，所以很方便。除非它突然很烫，我才会拔掉。手机啊、耳机、智慧手表啊，大部分的3C 产品拢有锂电池。实际去行路问民众，袂少人拢惯势囥伫咧眠床头充电。万不离锂电池若去烧着有损害，只要充电，导火风险就会直头加悬。你不要有做到重撞击或者冲击，正常使用情况下，它问题或风险并不是那么高的。以锂电池产品来讲的话，它的灭火最主要还是以大量的水来灭火是最重要的，不可以用布啊或者是之类的东西去盖它哈。去年全国火灾通报有17000多件，有关锂电池产品的有91件，以行动电源上济。
这个火灾若是耳机内底的锂电池所致，嘛是全台湾头一个。消防署表示，若拄到锂电池导火，上较有效的方式是会当浸伫水底降温，或者是用大量的水甲火枪互化。记者综合报道。高雄的人武这几年人口快速增加，最近有民众伫网络发起联署，认为人武的公共运输建设是真不足的。这新的捷运路线爱伫咧人武设一个站，联署也未一个月已经超过1500人支持。市政府爱伫咧5月初4进前有具体回应。来到高雄人武有真侪长日起建案，人武的总人口数已经有10万人，也是高雄市10年以来人口数成长上侪3大行政区。即摆有民众伫网络发起联署，希望人武爱建设捷运站。当地居民也反映，人武是无火车站，要坐公车嘛爱等足久，认为有捷运会较方便。就是交通方面有较无遐方便，因为阮拢搁爱去高铁站，开车去。桥都歹去，当然若有捷运，阮会当直达。民众伫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提案，无一个月已经超过1500人联署。当地里长表示，市府八当前本地有规划，捷运的经线会经过人武，到达拢无动工。针对已经有1500人联署，高市府5月初4进前爱回应。人武捷运站的设定所在较适合就是湾北。湾北即个湾北中华区的湾内国小，因为伊只有伊若伫地下开，遐附近拢较侪公有地啦。所以我们整体路网规划的部分已经有把服务人武的捷运的路线有纳入到规划里面当中哈。预定的话，大概就是今年113年新币哈，我们会完成整体路网的这个规划。这几档高雄捷运路线一直延伸，其中支线的评估报告按算今年6月完成。支线是整合燕巢线甲油冲线，经过6个行政区，沿线人口大约80万人。交通部也回应，若是审查通过，会加速支线建设。记者钟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最近天气连咪烧连咪冷，看医生的人也变多，去到大间病院排队看医生，拢要等真久。卫生局就表示讲，最近流感、新冠抑个肠仔病毒的患者确实有增加，建议民众先去一般诊所看，若真正有需要，再去大间病院的急诊。这急诊就要留予动静的民众使用，会较妥当。病院内无论是挂号也是领药的人，拢考出近来天气一下寒一下热，这嘛造成较高发生心血管疾病、甲病毒传染的情形。根据卫福部疾管署上新的资料，全国会着肺炎的人数确实有在增加，致使真侪人走去挂急诊。有不少民众反映，最近台南各大病院的急诊定有塌掉的情形，互因真困扰。检查好的时阵，阮就送过等待室呀，等待室伊爱等有房间，上急诊嘛是爱等啊。你总袂用爱讲遮等嘿，就要搁转院啊。过年的时阵就是流感嘛吼，感冒大家喂来喂去，结果到过年后以后就发起来。尤其是有迄款慢性病是讲老大人，一个流感对伊来讲可能就压力最大这样少年人可能无同款。伫病院只要满床，就连带影响急诊塌掉咧。台北病院急诊医学部医生讲，这参台湾长期以来医疗结构性的问题，也叫民众去看医生的惯习有关联。即阵卫生局建议民众先去基层诊所看诊，若有需要再去急诊。另外，伊嘛设一个急诊查询专区，通互民众掌握急诊量能的状况。这些医疗资源是留给一些更重症的病人，或者是更需要医疗的需求的一个病人来使用这样子。那在的话，政府面的话可以帮忙的话，就是可以把一些医疗用车或者是一些健保的一些制度的话，去做更提升跟改善。10家急救责任医院及时的监测讯息置于卫生局的一个网站首页。请市民进入台南市政府卫生局网页后，直接点击急诊塌掉的问题，自台湾有健保就开始啊。现代急诊部主任表示，要改善是大工程，每一个县市病院的特色拢无同。伊讲，唔但医学中心、区域病院、参基层诊所爱三角合作，上重要的是爱提升民众对看医生的认知。记者李上台南采访报道。教机关因为所在跨一跨较庄卡的所在呢，医疗资源真欠缺。为了照顾到学生囡仔的喙齿，教机关卫生局甲检查喙齿的专车采去偏乡的学校，若有齿科医生来检查囡仔的喙齿，佫会教囡仔安怎正确洗喙，确保这喙齿的健康。学生囡仔倒伫看喙齿的椅仔顶面，互医生检查喙孔甲喙齿。
若是有发现手气，就会随治疗。这毋是去科诊所，这是西甲学校专门替囡仔检查喙孔的专车，看顾学生囡仔喙齿的健康。假如是小学的小孩子，大部分都是以龋齿为居多这样子。因为咱的资源较少，以早咱也要做这，拢可能爱小朋友拢爱带去到牙医诊所，啊无就爱派一个牙医师公会医师来到校园。那校园又比较不方便，因为它不一定有那个椅子啊，有这样的设备，所以咱特别有这台车，咱来到校园来做巡回。学校指出，庄卡所在医疗资源无济，学生的家长有时阵无一定会注意囡仔喙孔的健康。专车来到学校，会当替囡仔做检查，嘛会当教囡仔安怎正确洗喙，保持喙齿健康。这个医疗专车会当有这个机会来到学校，小朋友唔免撞来撞去，家长也唔免搁请假，会当照顾到咱小朋友的喙齿的健康。家己关所在看，偏乡的老大人或者是囡仔喙齿痛无爽快的时阵，拢会到市内去找医生。家己关卫生局表示，老大人甲囡仔逐工的营养，拢需要靠健康的喙孔甲喙齿。医疗专车伫偏乡的服务，除了宣传保健观念，嘛会当量早预防病症发生。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这几年为着要栽培这音乐剧的人才，台北表演艺术中心就一个培训计划，对拜五开始要用音乐剧来加拉的形式，让大家看到培训成果。来加拉这出音乐剧呢，是改编真侪经典的作品，亲像《款式三姊妹》、《台北大空袭》，也有《木兰少女》等等。导演是讲，希望用多元的作品，让大家看到10多年来台湾在地音乐剧，就亲像花开满山坪同款的成果。1945年5月31是台北大空袭的日子，是真侪人已经忘记这个日子。这部音乐剧《台北大空袭》经过改编，今年编辑去到来加入音乐剧内底。音乐指导孔浩雄望讲，会当让愈侪人来了解台湾的故事。他当初这个空袭是算里面是最严重的，这样子就是想要让大家知道，我们其实有这段历史，然后我们其实是用大家一起在开发作业的方式去呈现这件事情。来加拿今年邀请音乐剧创作者詹天和、王希文和孔浩雄同齐参与，运用因3人的10部经典作品改编，连接无共音乐来讲无共故事。导演讲，伊将受2007年音乐剧《四国万舞》的影响，望用多元的作品，让大家见证这17年来台湾在地音乐剧花开满山坪的发展。多元是台湾的价值啦，那所以我自己觉得，能够从自己土地跟生活里面长出来的东西，无论它的文化关于什么，我觉得它都是一件很值得我们去注意的事情。这几年来，为了栽培音乐剧的人才，台北表演艺术中心有推出培训计划，在音乐剧来加拿内底，大家就会当看到培训的成果。这届的来加拿改编真侪经典的音乐剧，除了台北大空袭、木兰少女，也搁有抗世三姊妹等等。按拜5开始到礼拜，在台北表演艺术中心演出，要总一间，让大家看到台湾音乐剧的生命力。记者卢尚如、郑俊佑台北报道。即摆伫咧日本叫 Uber 外送，除了是真人来送，也有可能是机器人来送的哦。Uber Eats 对初6开始呢，伫东京的中央区日本桥推出自动配送机器人，接到订单了后，伊会去店家提餐点，大概7分钟后就会当送到300公尺远的地点，互人客。人客也讲，这机器人是真高水。即马伫日本东京的中央区日本桥点 Uber Eats 来送餐的，可能是这款的机器人。ここ日本橋エリアからデリバリーロボットを活用した Uber Eats の配達が日本で初めてスタートします。Uber Eats 日本甲三菱電機合作，初6啟動自動配送機器人，伊收到訂單了後，會先去餐廳，等店頭甲餐點放好了後，再送去戶外指定的地點，互人客摕飯包。It can run by itself. You can know where to go once you upload the map locations, right? You can navigate exactly how to get there. But there's always a human operator in the background watching the robots to ensure that in the event of any emergency, there's very quick response. 这款的配送机器人时速有到1点钟5.4公里，300公尺的距离差不多7分钟就会到位。有配监测器，会当闪开人甲障碍物，嘛有设置会当紧急冻点的功能。若真正出状况，路人的人嘛会当互机器人停落来。
可愛くてすごくなんか気になって見ちゃう、ぶつかるっていうよりも気になるからこっちも少し避ける感じになっちゃうけど、とても可愛くていいと思います。でもそうですね、あまり人の手が加わらない分安心かなっていう気はします。何かされてたりとかしないだろうなっていう。Uber Eats 进前已经伫咧北美提供机器人送货服务。日本是第2个启用这个服务的国家，部分的原因嘛是因应日本少子化、劳动力愈来愈欠缺的情形。目前 Uber Eats 先互配送机器人，甲日本桥几啊间餐厅合作，敢若会当送餐去室外。不过未来服务的范围会扩大，配送机器人有机会入去到大楼，送去人客因兜或者是办公室的门口，嘛有可能应用伫农村，服务有需求的聚会人。另外一个嘛甲美食相关的消息，电影界的大代志奥斯卡颁奖典礼会伫7月举行，得奖的人还未出来，不过奥斯卡之夜的宴会菜色已经先公开。How many? We have 100 pounds of Wagyu beef. We have 160 rack of lamb for the Chino rack of lamb. We have 60 Peking ducks. We have 40 pounds of caviar. We have 20 sides of smoked salmon. 包括各种做了真幼稚的甜露，奥斯卡小金人造型的巧克力豆、日本牛肉、北京烘鸭、红山文鱼、甲海产饭等等，菜色是800款。当然，还有芳国纯的葡萄酒甲高酒。负责的总铺讲，希望大奖出来迄一天，好来学一线的名车，拢会当放轻松，欢喜享受这的好料理。公司新闻7万0编译。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吉隆到新竹对12度到14度，苗栗到云林对13度到21度，嘉义到屏东对17度到24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4度到20度，宜阳金门马祖对10度到19度，还有未来3天的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